台湾人爱啉咖啡，一年大概啉28.51杯咖啡。那剩的咖啡泡当作粪扫拼掉，对环境是造成真大负担。彰化县着国校利用这咖啡泡来做蚊仔香，唔那环保，阁会当消灭蚊虫。这项成果也摕到今年教育部环境教育实作竞赛冠军。学生囡仔甲咖啡泡、香、天然的凉粉淋做伙，佮加入水暖暖，这就是做蚊仔香的原料。彰化县花坛乡的文昌国小长期推动环境教育，今年为食物产生的粪扫做主题，利用咖啡泡、黄豆泡、茶泡做天然的蚊仔香，也摕到教育部第6届环境教育实作竞赛的冠军。因为这粪扫、这泡，若等落去焚化炉，拢是造成焚化炉的负担，甲产生一寡污染，所以阮就想着讲，咱是毋是会当用这来制作蚊仔香？文昌国小表示，台湾一工产生大约30吨的咖啡泡，制作蚊仔香到近半年外，消化500公斤左右的咖啡泡。学生亲自动手，也更加知影做环保爱地球的重要。咱的咖啡泡就是就近的迄个7这种便利商店，咱去遐甲因摕来的，咱会甲拍打来用吼。那目前来讲，咱的估计应该有500公斤的这个咖啡泡来使用量啊。这个课程若有环保的知识，阁会当家己动手做，这是我感觉上趣味的代志。非常的有成就感因为会使减拽就是食品废弃物的物件进焚化炉产生的二氧化碳问题。学校表示，学生用2-3个月时间，才成功研究出天然蚊仔香的原料比例，嘛有去社区、农会这个所在推广，乃当减少粪扫的量，做出来蚊仔香，可以当消灭蚊虫，一减2个。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